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是2026年8月9号，這一期聊什麼呢？聊聊車內住宿費。我們都知道啊，住宿費住酒店啊要交錢，但是車內住宿費是什麼費呢？簡單的理解啊，就住在車裡面還需要交錢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最近網上啊，也有一個這個熱點事件啊，輿論啊紛紛關注。就是有幾個遊客啊到新疆啊伊犁去旅遊，然後住店之後呢，他們開了一間房，然後還有幾個人是住在車裡面，就沒有住酒店，結果住在車裡面呢也要交住宿錢，這個錢就叫車內住宿費，這個一下就上了熱搜啊，因為現在啊網上對這個旅遊景區景點亂收費的現象，對吧？大家是可以說啊，深惡痛絕。景區啊，攔路收費，最近在網上鬧得比較兇。那這個事情啊，被人在網上一傳，大家就對這個酒店啊口誅筆伐。一個150元的收費爭議，變成了一場針對一家酒店甚至一座城市的輿論風暴。近日啊，根據這個很多媒體報道啊，上游新聞、重慶晨報等多家媒體報道，一則新疆伊犁酒店收車內住宿費的視頻在網上熱傳。重慶的遊客王先生說啊，因為酒店的房間不夠，所以他開了一間房，只有一間房啊。那還有2名遊客啊是女的同伴啊。那麼這個王先生呢，他住在房間裡面，那2個女的同伴呢就住車裡面。房間不夠啊，結果走的時候結賬的時候啊，酒店收取了150元的車內住宿費。在這個視頻中啊，王先生一方顯得無辜且無奈，周邊酒店民宿全滿，實在沒地方住了，所以被迫啊出此下策。一個男的住酒店，2個女的住車上，結果住車上呢被收了150塊錢的住宿費。這個根據這個視頻啊，那很多人就會得出一個結論呢，大家都指向一個，就是酒店太黑了吧。我住車裡面你還收錢，我也理解不了啊。就是我這個新聞剛出來的時候，我大概看了一眼，我沒有仔細看，因為這個我覺得新聞沒啥意思。但是這個事情越鬧越大，我當時好像我也理解不了，這車到底是停在停車场車庫，還是說停在馬路邊，還是停在什麼地方？然後我在車裡面睡一晚上，你還收我150，我睡我自己車裡面，你可以收停車費150，但是停車費一晚上停車費150。我停这個北京啊，王府井的東方廣場，我記得以前一天也才80，一天啊也才80。你這新疆伊犁對吧？伊犁是個4線城市啊，在這停個車還收150啊。但你收停車費可以，你收停車費，然後我住車裡面，是吧？你收什麼停車住宿費150？當然我當時一看我也雲里霧裡的，根本不知道咋回事。最主要是我沒有心情啊。沒有這個心思願意把它搞明白，我懶得聊這個事情。但是今天這個事啊，它翻車了。該視頻迅速引發大量關注，酒店遭遇網暴和電話轟炸，經營停擺，當地文旅部門迅速介入調查。你也知道嗎？現在涉文旅的投訴那簡直是頭等要務啊！因為你看最近各個地方是各個文旅是吧？那個稻城亞丁啊，攔路收費是吧？還有很多地方攔住那個不讓遊客去照相等等，這個一鬧在網上，就當地文旅就是非常害怕。關於每年的旺季的時候，文旅的投訴是最多啊，文旅最忙。那這個投訴一下給新疆、給伊犁對吧？這個當地的旅遊也帶來非常大的影響，所以當地的部門啊，第一時間介入調查以後啊，很有意思啊，就是官方結論還沒出呢，但是啊，這酒店呢。也不知道出了什麼原因，息事寧人，他呢立馬給這個王先生退了150元的這個停車叫住宿費，退了。第二個還給王先生賠了1000塊錢，這1000塊錢不是主管部門啊，文旅部門對酒店的罰款吶、整頓吶、行政處罰，不是，純粹是酒店跟遊客王先生之間的這種叫私下協商。那個王先生，我也聽了一下視頻啊，網上有视頻。那個視頻我聽那個王先生說啊，你把那個
150塊錢那個車內住宿費退了，這是第一個要求。我聽的好像是要200，退200，實際上收的是150啊，但是這不重要啊。第二個呢，說你呀要求那個酒店，實際上就是一個什麼甄選酒店啊，據說那個酒店就10幾間客房，是去年才開業的一個這麼小的酒店，要求酒店經理把你姐姐還有有一個服務員2個人給每個人發500，把這500塊錢转給我，那不就1000嗎？這是游客王先生要求的啊。第二個，把这2個人必須開除，然後怎麼開除呢？把他開除完之後，說我要通過你們酒店的攝像頭，還補償他1000塊錢。哎，王先生說了啊，這1000塊錢什麼錢？不是訛這個酒店啊，是要罰款，罰那2個人，每個人500，這500然後罰了之後你轉給我。所以這裡面啊有很多貓膩在裡面。我怎麼看怎麼好像有點這個皮褲套棉褲啊，必有緣故啊。好，事情到此啊，似乎是一起典型的宰客被抓现行的案例，对吧？你这黑店嘛，你這就跟那个孙二娘和菜园子沾亲是吧？2人開的店就是黑店，被人家在網上一舉報，心虛了，把錢退了，完了還給人家補償1000塊，說達成協議了。按理來說達成協議了之後，這個事情就結束了，對不對？但是啊，這個經過剪輯的視頻在網上到處傳播，是誰發的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也可能是這個王先生自己發的，維權呢，舉報啊。根據這個網上傳的視頻呢，那肯定是這個王先生非常無辜唄，那酒店就是黑店唄，人家住車裡面你還收人150。但是啊，這個事情昨天他就翻車了。首先啊，是當地的文旅部門呢，經過調查，明確表態，網傳視頻內容大量不實。這個時候酒店好像得到人撐腰了啊，前面還不跟人家這個私下想把這事給了了嗎？這一下酒店也出來了，把那個監控視頻給放出來。這個監控視頻一放啊，這網上就炸鍋了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嚇一跳啊！王先生說的就2個人啊，住車裡面，實際上呢，王先生一行10幾個人，是個小型的旅行團呢。頭天下午來的是3輛車，王先生還有2名女同伴，大概1個人開1輛車，3輛車來了啊，然後只開了1間房。但是開房的時候啊，沒有辦理，就是當時那個酒店只有1間房，但是附近酒店是有房的。根據服務員說啊，建議他們到別的酒店再開房，再開幾間，但是人家不願意，就在這兒住。好，那王先生就住那唯一的1間房，還剩的1間房，然後這2個女士呢就住自己車裡面，是這麼回事。第一晚上是這麼回事啊，結果第2天呢，事情發生了變化，又陸續來了好幾輛車，一共是10幾個人。這10幾個人一到了這兒，就開始搭天幕，就搭帳篷啊，下面就開始擺開了，準備燒烤，準備煮飯、野炊。他們在酒店的一間房間裡面洗衣服，10幾個人啊，衣服要洗，洗澡用酒店的水，要去充電，還用酒店啊員工用的電飯鍋做飯，這搞得人家酒店人家願意嗎？那酒店就不太願意啊，長時間佔用洗衣房洗衣服，並且在那院子裡晾曬。那酒店的負責人多次勸導離開，被拒絕。那勸說沒有房，那附近酒店有房，你在那兒就開去唄。人不願意，就在這兒。你說這叫什麼事？封面新聞報道啊，8月8號說150元車上過夜費事件反轉，遊客睡自己車裡，卻被酒店收取150元車上過夜費。這件事經網絡發酵後出現反轉。8月6日，酒店負責人馬女士公開闢謠稱，當日王先生3輛車10幾個人同時進入酒店院子搭天幕生火做飯，酒店曾要求未入住的人員離開，對方卻主動提出為服務付費啊，發票備註車上住宿費，也是按遊客要求開具，否則對方揚言要報警。就是退房的時候結賬的時候啊，住的就是這個酒店在跟這個王先生溝通之時候說，你去別的地方開房吧，或者你們不要在這兒，這個你們10幾個人長期佔用這個酒店院子，那人酒店自己的這個住客的車都停不進來，
對吧？那人家肯定要管呢。哎，這個王先生說了，我給你錢，給服務費。那酒店一看給錢，那就拿着吧。所以結賬的時候啊，退房的時候，那酒店就跟他要服務費啊。那王先生就說了，你得開發票啊，你住宿发票是住宿发票，然後你這150呢就開什麼發票呢？這是王先生要求的啊，開車上住宿費。那酒店的那個收銀那估計就亂來啊！你以為車上住宿費，你發票裡面，因為現在這是電子打發票是吧？機打發票，你這玩意兒我也不知道怎麼打人去的啊！發票那個內容是固定的，一般的啊，什麼費什麼費，他怎麼整个車上住宿費出來？手寫你想怎麼寫就怎麼寫，對不對？現在都是機打，機打人家都是選，我認為都是那個你裡面你發票機裡面就給你勾好了是吧？你只有這幾選項，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整出個車上住宿費。啊，這個是非常非常蹊蹺的啊！如果有過啊打發票經驗的人，可以留言，你告訴我是怎麼打的。啊，對，它是發票備註上車上住宿費，備註是可以打的啊，你可以打字。我以為那個發票內容啊，那裡面服務項目，它是備註上打車上住宿費。好，按照王先生要求把發票開好。王先生還說了啊，你要不開，你要不這麼幹，我報警。哎，一報警。那酒店就害怕了，然後就按他要求給這麼辦了。所以說這裡面很多地方都很蹊蹺，這媒體也沒有說清楚啊，我們也不知道。那麼大家很明白了啊，這件事件的核心爭議在於酒店收取車上過夜費。目前看呢，這個到底是酒店訛人家，還是遊客刻意做局，現在是個謎啊。根據酒店負責人透露的細節，原本打算免費提供場地和服務，但遊客堅持要付150元，並要求將發票開成車上住宿費，否則就要報警。如果這一說法屬實，那麼整個事件的邏輯鏈條就徹底翻轉，不是酒店巧立名目宰客，而是遊客主動制造收費名目，再包裝成維權素材引爆網絡。這是否構成對事實的歪曲，甚至對商家的構陷？必須由監管部門調取現場監控、溝通錄音、發票開具記錄等證據，逐一核驗，給公眾一個明確的交代。從法理角度看，酒店在收費程序上確實存在違規。價格法要求經營者必須明碼標價，未公示的項目不得收取。市場監管部門認定其收費名目無依據、未標價，責令退款並補償。這一處罰在法律層面站得住腳，酒店不能因為提供了額外服務就可以繞過明碼標價的法定程序。但從情理上看，酒店的處境並非毫無道理。10幾個人擁進酒店院子，搭天幕、生火做飯、洗衣服，實質佔用了酒店的水電設施和管理資源。如果遊客確實主動提出付費，酒店並未強制索取，那麼這筆費用本質上是對公共服務成本的合理補償。如宰客有天壤之別，這與惡意欺詐大相徑庭。將一次程序瑕疵放大為黑心商家，甚至發動全網討伐，對一家正常經營的酒店而言是不公平的。當前最大的懸念不在酒店有沒有違規，而在於遊客是不是刻意做局。還希望有關部門查清事實完整經過。酒店未明碼標價，該罰；遊客若借維權之名行誤導之實，同樣該被追責。新疆沂里的好風景不該被一筆糊塗賬玷污。讓我們一起靜待真相。這是界面新聞啊，封面新聞它的報道。這個由財經新聞報道啊，他說8月4號，怡美甄選酒店工作人員在電話中告訴記者，出於安全考量，酒店是不允許客人在車內過夜的。當記者追問車上過夜費一事時，該工作人員表示並不知情，並稱具體的經營事務由當時的看管人員負責。隨後，夷寧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確認此事屬實，並稱接到投訴後第一時間介入辦。所以這個事情啊，我找了幾個媒體看了一下，反正都是片段，只言片語，沒有一個把這事情說清楚的。正值新疆旅遊旺季，各方面都是高度緊張，對吧？新疆剛出一個事啊，是哪個新疆還是青海，我也不清楚，那個什麼一個湖啊，
那個幾個工作人員把一個大巴車司機，對吧，對吧，修理了一頓，好像就是前幾天的事嘛，不是？然後剛出公報，对不對？把那幾個人開除，在網上也鬧得沸沸揚揚，那個視頻傳的到處都是。現在就是風聲鶴唳，風聲鶴唳，很多事情就被放大，被放大了。新疆旅遊旺季，來自重慶的王先生一行3人，本想在沂里河畔享受美好的假期，卻因一筆車上過夜費鬧得心情全無。所以我來分析分析這是咋回事啊？這個皮褲套棉褲啊，必有緣故啊，雙方說的都不對呀，否則把雙方說的放在一起，我就覺得這雙方都是腦子有病啊，都不正常。如果按照監控裡所說的，視頻裡反映的，就是監控啊，那個院子裡10幾個人搭着天棚，然後4、5輛車啊，它不是3輛車啊，後面又來了車，然後在裡面洗衣服晾，對吧？在裡面甚至恐怕還洗澡的吧，煮飯做飯生活一大堆的，收150多嗎？那你收了150，你這個是正常的，那為什麼人家一投訴你下來給人家賠150退了，還給人家賠1000塊？為啥？憑啥？所以這個絕不是酒店這邊說的這麼簡單。但是監控又告訴我們，絕不是王先生說的那麼輕描淡寫，是吧？說什麼他3個人就一間房，然後他住房間，然後那俩女的住車裡面，然後第二天收我錢150塊錢的車上過夜費。所以說雙方說的都不完整，我可以肯定啊，直覺告訴我，雙方都隱瞞，双方都選擇了對自己有利的進行描述，然後以追求網上這些無腦盤盘們的無腦支持。所以我在很久以前就說過，對吧？網上這些熱點啊，不要急入下結論，尤其是單方面的，根本不要下結論，你要等着雙方都說完了，完了之後最好也第三方，比如说，对吧？政府啊。或者其他部門呐，或者对吧？第三方出来再说一说，你這個時候你再去做網絡法官，你再斷案，千萬不要一看到新聞就來火，一來火你實際上那是你傻，你被人利用了。但是網上大量的人需要被人利用，因為他那個情緒，他那個火是廉價的，對吧？他借着發這個火啊，把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公、遇到的無奈的事情、遇到的這些委屈啊。他是通過這個發洩，把它發洩出去。好不容易逮了個機會，對不對？那就罵吧，反正大家狂歡唄。前幾天啊，罵這個酒店，那今天他一定是反過來在罵這個王先生，翻車了唄。他們缺乏這種獨立思考能力，他們只會被人牽着鼻子走，對吧？讓你去罵誰你就罵誰，把視頻剪一剪，他就罵這個酒店，酒店把監控一放，他馬上就罵了個王先生。所以這個網上絕大部分是這種人啊，就是缺乏理性思維，缺乏這種獨立判斷、獨立思考的能力，對吧？就更不要說他有什麼社會閱歷啊，我通過這個事情，我可以，對吧？憑經驗，憑雙方陳述，我得出一個什麼結論，他根本做不到啊，他就是情緒被人掌控，實際上他的喜怒哀樂就被別人掌控啊。其實這種人太多啊，所以我現在把所有的媒體，因為我沒有時間啊。再仔細去看，我只是把手頭上有的我就翻了一遍，我就覺得雙方說的都有問題，不合情理。這個更有可能的是什麼呢？是雙方啊，我覺得這個王先生呢，跟這個酒店可能在溝通中啊，雙方慢慢的就是話趕話呀，話趕話，話遞話，雙方就發生矛盾了，很有可能是這樣。王先生就受了氣，對吧？覺得我作為一個遊客到這兒來，被你當地人瞧不起。一定是這樣子的，肯定說了你窮還跑來玩什麼呢？這錢都不花，你到處占便宜，水也要接酒店的，對吧？然後電也要用酒店的，洗衣服來在這兒洗，完了之後這個要借我們的鍋啊，電飯鍋做飯，那肯定估計是在說的過程中肯定是沒錢啊，出來玩啥呢？這是我推測啊，就雙方一定在溝通中啊，那王先生那個積壓了很多火，但是這個火他也不能隨便發，就這種火他就忍了。我想酒店一定有理虧的地方，沒有理虧他不可能給人家賠1000塊錢，而且那個指名道姓要求開除，對吧？那2個人，一個還是老闆的姐姐，就那個女老闆的姐姐啊，叫怡美甄選酒店，那個老闆叫什麼？姓馬還是姓什麼？女士啊，馬女士，酒店負責人。那有可能那個負
服務員啊，一個是馬女士的姐姐，還有一個是馬女士什麼人親戚，肯定是在溝通中拱火澆油升級了，不蒸饅頭爭口氣，當時不好發作。為什麼呢？老人孩子一大堆出來玩，這個王先生肯定就把怒火壓下去了，然後想我这不能這個氣不能白受啊，我非得陰你一下，是吧？給你錢可以，你給我開票，票上面備註上面寫上停車，車上過夜費。然後他一離開這兒，對吧？就開始在網上把這視頻一發，維權。所以我覺得酒店是有過失的地方。如果酒店一點過失沒有，我想我憑什麼給你賠1000塊？你查唄，你就是公安部來查我也這樣，對吧？你國家市場監管局來查我也這樣，你能把我怎麼樣？我沒有錯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對吧？有理走遍天下。你看看，你來10幾個人在我這兒這麼一通折騰，收你150少多了嗎？所以啊，酒店一定會理虧。我把话放这儿。那我們反過來說，那個王先生他理虧不理虧啊？那當然理虧，对不對？王先生，你出來玩，你這個酒店沒房住了，就1間房，那你要不換個酒店唄，對吧？你在這兒住，你讓那2個人出去找一找，是不是？附近還有很多酒店呢。那個伊犁市又不大，你是開車的，對不對？導航轉轉唄，到附近酒店，哪個酒店有3間房你就過去唄。他不，所以說人家其實有沒有房不重要，人家本來就恐怕就是，實際上這種在網上很多啊，自駕遊的，開房車旅行的，因為我以前還經常看這種開房車旅行還自駕遊的人啊，他們就是這麼解決啊。他們就是大部分時間啊是開到什麼公共廁所那兒接水啊，接電在哪兒接呢？接電他有的時候太陽能嘛，自己充電。如果太陽能充電虧的話啊，他有的时候跑到人家飯店，就是那個吃飯時候跟人家溝通，哎，能不能給我搭電，對吧？給我充電，我給你錢。有的飯店一看，哎呀，也不容易是吧？就幫他充，他給人家一點錢。有的呢，那不行，那就再換一家唄，對不對？我在你這吃飯，我給你再給點錢，你幫我充個電。有人這麼幹啊？那有的人他洗澡怎麼辦呢？哎，他一個禮拜或者2個禮拜住一次酒店，跑到酒店裡面去洗衣服、洗澡，然後剩下的時間啊，其他的時間都是在車上過，車上住，車上吃，過我們瓢盆啊。很多那個旅行博主是吧？自駕遊博主不都這麼幹嗎？當然了，他為了省錢，有的人就跑到公共廁所那兒，在公園公共廁所可以免費接水啊，可以洗衣服啊，對吧？可以晚上天黑了自己在洗2澡沖涼，是不是？洗澡幹這個事啊，這省錢。那這個王先生10有8九啊，恐怕也是的。他們出來玩就這麼玩，就只要1間房，然後就在你那兒開始接水、接電、洗衣服，然後輪流上去洗澡。所以酒店說，哎，你有沒有去別的地方住吧？別的酒店還有房。雖然伊犁啊是旺季，但是不是說每個酒店都住滿了，沒有那麼嚴重誇張啊。但是人家就不。啊，就在你這兒，為什麼人家相中你這兒了？你這兒院子大，是吧？我想啊，我要是王先生，如果我也是想省錢，我10幾個人出來玩，開了好幾輛車，是不是？出來玩，那我肯定提前先跟酒店說好，是吧？我就要1間房，然後我們可能5輛車就在你這兒，那當然可能要用你的這個水呀、電吶，做個飯，我大概幹一啥，對吧？行不行？我給你錢，200、300。都行是吧？你覺得多少？我們倆談嘛。那酒店說，哎，不行，你給錢我也不行，你就走，对吧？你不准在我這待，那我就換地方唄。哎，酒店說可以談，那就說好對吧？我多少錢？這個王先生自己也說了，願意付這個服務費啊，服務的費用自己來說了。但是我估計啊，他談的太少了，太低。然後酒店那2個服務員呢，就是那個老闆的親戚啊，他一看，哎，來這麼多人，完了在這兒折騰，對不對？然後就花100塊錢呢，或者150啊，他肯定在這說了風涼話，是吧？沒錢出來玩，我估計啊，我可以肯定之間發生矛盾了，然後這個話趕話啊，這氣兒就上來了，然後王先生就生氣了。哎，我只能得出這麼個結論啊，因為2邊說法都解釋不通啊。一般的啊。你說我要出來玩，你就這麼折騰一頓，你才多收我150，那我肯定對吧？不可能還去維權什麼投訴啊？我覺得挺好的，不才花150嗎？也不多，為什麼投訴？他肯定是有氣呀，他绝对不是因為150塊錢，他很有可能是有氣啊。
或者因為這150產生了矛盾，然後衝突升級。然後酒店一看，很有可能他2個員工啊說了一些不合適的話，自己覺得理虧，哎，所以趕緊給人賠1000塊錢，這個事了了算了，對吧？150給人退了，因為這個事細究下去啊，酒店也有責任，那你肯定是你對這個遊客啊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。雖然這遊客自身不對啊，他10幾個人跑來在這兒人吃馬喝在這造，所以這是我的判斷啊。我們想說的什麼呢？你說這個事怎麼就搞成這樣了呢？這多大點事啊，搞得全網啊還翻車。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啊，就是像這種热點，大家不要急，就叫片面之詞。网上只有一方的說法，你不要急，你不要着急，不要下結論，也不要生氣，对吧？你就冷眼旁觀。這玩意不是誰先說誰就有道理，你要把各方說法說完。我相信啊，這個新疆的官方應該會給個結論，哎，這個恐怕就很快了。實際上它反映一個什麼問題呢？反映的就是經濟在下行。很多人總覺得啊，這怎麼跟經濟下行也有關係啊？大家有沒有發現啊？最近網上流傳是吧？說是電車把酒店給幹黃了。電車怎麼把酒店給幹黃了呢？這大家在網上仔細看啊，就有這個論調。為什麼呢？就好多人開車出去之後啊，晚上不住酒店就住電車裡面，因為電車現在設計的啊，就是新能源汽車啊，設計的非常舒適，大沙發、大彩電、空調是吧？冰箱、按摩椅，還裡面還可以吃火鍋。很多人自駕遊就住這個電車裡面，有的人專門把車改裝一下啊，稍微改成什麼呢？就是後排座可以打倒放平，有的車型对不對？後面空間大一點的，他把後排座一放平就是床啊，睡2個人，再把那個他再設計一下，把那個這個車窗啊、窗簾什麼的，对吧？給他弄一下，那在裡面睡覺一點問題沒有，花那個錢住酒店，對吧？不如把車停穩當之後就住車裡面。很多人出去玩都這麼幹呢，真不幹，所以說酒店現在越來越難幹了，這是在網上一種說法，对不對？我想也是啊，你想你有個新能源汽车，如果是個越野車什麼的，後備箱大一點的。如果那個後排座能夠放平，然後那頭再稍微再墊點什麼東西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就是一張床啊，睡2個人、3個人都沒問題。那為什麼這樣呢？那還不是省錢嗎？對不對？勒緊褲腰帶玩要玩，但是不花錢，能不花堅決不花。所以這個酒店是受最大的衝擊啊。這第一個，第二個，你看啊，現在咱們出行人次在增加，但是消費是在下降的，人均消費一天啊，咱們节假日人均消費一天只有110塊錢呢，逐年創新低。就是出去玩的多了，但是花錢的少了，大家還盡量不花。你怎麼不花錢呢？那不就是在住上面省錢嗎？对吧？吃上面再省钱，自己带，你说说吧，自己带米带面去做，自己生活，借人家的电饭锅煮飯吃，這不就是為了省錢嗎？你說你要吃外賣，你到哪個地方，你1里對不對？點個外賣也很快啊。或者在旁邊小館子裡面吃一下，為啥不呢？省錢。所以經濟不好，大家把窮發揮到極致，這就是王先生恐怕真正的目的，他就是窮遊。為什麼王先生住酒店呢？那1間房，按理來說對不對？我們正常人啊，你去思維一下，如果是個正常人，1男2女，一般的說，哎，你們2個女的住上面，我是個男的，對吧？我住車上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這事啊？結果是男的住酒店，女的住車上，為啥？因為男的開了房啊，別人隨便進，後面那10幾個人進去洗澡啊，去幹個啥呀，沒麻煩。如果是個女的開的房，你說後面對吧？又是男的進，又是女的進，來了後在裡面那個說法就多了，是不是啊？你還以為這女的是幹啥的呢？所以你看他安排比較蹊蹺嗎？男的住酒店，女的在車裡面住，實際上應該對吧？如果真的是他就1男2女。那最好的安排是2女的住那個房間，男的住車裡面，所以這都是蹊蹺的地方啊。所以我就推測，這個王先生他本身就奔着這個去的，就省錢，開1間房，大家進去洗澡、上廁所是吧？充電、休整。那酒店以為就有3個人是吧？哎，王先生說了，你這沒房對吧？我們2個人要住車上，我們可能要用點水，哎，我們願意掏錢。那個酒店一看哦，2個人是嗎？你們就3個車，實際上就多出2輛車停那兒，完了之後要借我們的鍋做個飯是吧？
員工的鍋啊，那个電飯鍋，然後就你們兩個女的這洗衣服，那150夠了是吧？那肯定是這樣子的。結果第二天一來，你來10幾個，那人家酒店人一下傻了，我靠，你還後面還這麼多人呢？這都是我推測的，合理推測。所以酒店那些員工，對吧？老闆的姐姐，他們的格局沒有老闆格局大啊。人家一看這個，人家眼裡揉不得沙子，肯定就說風涼話了。不行，對吧？要加錢，你這個還行啊？沒錢到這瞎跑什麼呢？窮遊。所以說這個事情啊，不蒸饅頭爭口氣，就這麼個事。那所以說來說去，還不是經濟的問題嗎？沒錢嗎？大家既要出去玩，也要省錢，對吧？這個和文旅部公布的數字完全對得上，人均消費只在逐年下滑。但是是不是我們人人也想出去玩，對吧？所以出行人數是年年增加。我個人覺得啊，這個事情第二個說明什麼呢？還是王先生這些人吶，和酒店溝通還是有問題，對吧？你要實話實說，我這10個人就是10個人，15個人就15個人，你不能說我就3輛車，3輛車，那人家說150夠了，你5輛車，你10幾個人，把人家酒店的院子都占滿了，還搭天幕，是不是啊？帳篷就支上了，那你說酒店他能心情好得了嗎？第三個說明什麼呢？說明就是網上的大寶貝太多了，大寶貝太多了，隨便撩撥一下馬上就生氣，再撩撥一下再放個監控出來馬上就翻轉。第四個就是啊，是各個地方的政府部門、文旅部門，可以說這個叫風聲鶴唳，嘿，大家害怕呀，害怕那地方出現輿情呢，一旦出現輿情就完了。所以說講到的第一個就是息事寧人，先息事寧人吶，把這事情趕緊輿情下去，所以難免有和稀泥的地方。但是現在和稀泥可能活不了了，因為這個事情在網上又翻轉了，翻轉你和稀泥怎麼活啊？網民希望有個真相，媒體這麼多媒體在盯着的，所以你這個真相如果說了之後邏輯不通，那網友又得，對吧？繼續這個追問，輿論又來了，說明這個啊，有關部門啊也是疲於應付。那對我們韭菜，對吧？對我們網友來說呢，這個事情要汲取什麼樣的一個經驗教訓呢？實際上就是說啊，我認為我們出去窮遊，天經地義，沒毛病，對吧？我支持窮遊啊，就是說雖然沒錢，但是我有條件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是吧？那我量力而行，我沒錢我就少花，但是我有權利到處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沒毛病啊。但是呢，什麼呢？前提是要多溝通，對吧？把事跟人說清楚，對吧？不要不好意思，不要老想黑不提白不提，讓占人便宜，這沒必要。你這樣的話，最後把小事搞大了，對吧？大大方方的，沒錢也沒人笑話你。你老老實實說的吧，別人不會笑話你。但是你總想着算計別人，占別人小便宜，那人家就可能笑話你。一笑話你，本來你，對吧？你那個自尊心就比較脆弱，人家再一笑話你，你受不了。所以說，不如啊，老老實實，對吧？你說我來住店啊，我就開一間房，我這要用你的洗澡，要幹啥幹啥，行不行？人家說不行，我就換地方。人家行，那就對吧？就這麼幹，把話說清楚嘛。所以重在溝通啊，坦坦蕩蕩，對吧？這個只要他同意，這就不叫占便宜。如果他不同意，你這麼幹那叫占便宜，是吧？酒店如果同意了，說沒問題，那你就這麼幹，對吧？但是你不要說10幾個人你非說3個人。所以我想啊，如果大家獨立思考，你把你帶入酒店，然後再帶入王先生，對吧？這事如果發生在你身上，你會怎麼看？你是，對吧？你會不會因為150塊錢你就生氣，還是怎麼着的，對吧？你一定會，你這麼一想之後，你就發現了這中間有貓膩啊。好，我也祝大家啊，如果出去玩，還是要玩得開心。玩得開心的前提就是，對吧？要坦坦蕩蕩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